慢性腰子病如果控制不好，容易并发营养不良、电解质的不平衡，不但影响病人的生活品质，而且增加病人的罹病率和死亡率。对此，奇美医学中心透过甲奇美食品来合作，研发磷钾控制机能的西点，而且在去年10月，通过人体试验委员会审查，针对长期血磷控制不好的洗肾患者来研究，发现不但会用提升患者的营养，而且血磷的控制嘛会得到真好。慢性肾脏病病人的一个预后里面呢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2项哈，那一个就是高血磷，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低白蛋白，也就是体内的营养比较不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因为出于这个出发点，我们奇美医学中心还有这个奇美食品呢，一起呢就研发了这样一个磷钾控制的机能西点，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肾友。好，那因此呢，我们去年的10月中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医院呢就是有跟这个营养科又再度合作，好，那又在设计了一个实验，好，来印证说这样的一个磷钾控制的一个机能西点呢，能够对于这群病人有所帮助。那的确做出来之后呢，在高血磷的部分，好，的确是呢有效的控制。那另外在这个低白蛋白的部分呢，也是能够有显著的提升。好，所以的确来说，哈，这项产品呢，对于这群病人来说呢，的确是有显著的一个帮忙。奇美病院甲奇美食品跨界来合作，运用大豆鲜奶油加豆泥，取代传统西点的奶油加牛奶，借此来降低磷的含量。目前这项测试不但口感的满意度高达8.5%，而且对血磷甲血钾的控制嘛有超过50%的满意。未来奇美嘛将推出中式的食物，希望造福慢性腰子病患者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